大家好，我係 Ricky。今個影片同大家分享一下題目係 Salary Tax Net Assessable Income 薪俸稅應評稅入息實額。我會另一提 ACCA 歷屆嘅試題部分嘅內容 multiple choice， 同大家分享一下呢類型有關嘅題目。我哋嚟睇下題目啦。先睇題目嘅要求。題目嘅要求就係要揾出 claimant 佢嘅 net assessable income， 我喺呢度簡稱 NAI for the year assessment 2018-19年課稅年度2018-19，即係話要揾出 claimant 呢一位人士佢嘅 NAI 課稅年度係2018-19年。咁我哋嚟睇翻題目本身啦。題目係2017年8月1號 Claimant 被僱用為一個 Financial Manager A Limited 公司。咁佢原本嘅合同為期1年。咁喺2018年8月1號，即係話1年後 Claimant 原本嘅合約就完咗，咁重新訂立一個新嘅合約，為期係2年。咁合約完咗，原本嘅合約完咗嘅話咧，咁佢得到一個 gratuity 約滿酬金，總數為9萬蚊。喺2019年3月31號全年裏邊，即係話呢一個 Year of Assessment 課稅年度2018-19年，咁佢年薪嘅收入總數攞到總數90萬，咁亦都提供一個住宿 flat， 公司提供住宿俾 claimant 喺呢一個課稅年度。claimant 亦都係一個 ACCA 嘅 member， 咁佢俾嘅會費 subscription 2500蚊。咁我哋嚟睇下計算點樣 NAI 嘅總數。首先我哋嚟睇翻條題目裏邊相關嘅 taxable income。taxable income 喺呢一度 gratuity 約滿酬金總數9萬蚊。另外 annual salary 人工總數90萬。喺呢一度有兩個數字，即係話 taxable income， 第一個 salary 總數90萬，另外 gratuity 約滿酬金9萬蚊。因為題目喺呢一度 A Limited 呢間公司提供住宿俾 claimant 喺呢一個課稅年度裏邊2018-19，咁喺呢一度會牽涉到一個 rental value，rental value 會係一個計算 NAI 嘅部分之一。咁喺呢一度 rental value 有一個數字喺呢度存在。咁我哋等再睇翻點樣去計算 rental value 之後，咁另外因為佢呢一個 subscription 可以扣減，咁喺呢一度就減翻一個 subscription 2500。subscription 喺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佢可以作為一個扣減，咁當然係呢一個只可以扣減唯一一個 subscription fee。換句話講，即係話如果有一個納稅人佢持有2個專業資格，譬如喺呢一個題目裏邊，佢除咗 ACCA 嘅 member， 又或者同時間亦都係香港 ICPA 嘅 member， 持有2個 member， 咁即係話可以喺呢一度是但揀一個去扣減，唔可以同時減晒2個。咁當然喺呢度減數嘅話咧，咁應該揀個最大交咗嘅會費，個 purpose 係減到
NAI 最細。另外，再睇翻個 rental value。rental value 喺呢一度將喺呢一度嘅 taxable income 加起嚟乘翻，然後減翻 subscription fee， 再乘翻10%就係個 rental value。換言之，喺呢一度將 salary 90萬加翻喺呢一度嘅 gratuity 9萬蚊，然後可以扣減 subscription fee 2500蚊，然後將呢個3個數字總和乘翻10%，就得出 rental value 總數係970。咁換言之，喺呢一度就可以寫翻落嚟970。我哋要留意一下，喺呢一度計算 rental value 其中一個 gratuity 嘅數字。gratuity 喺呢條題目裏邊，因為 Clement 佢收呢個 gratuity， 另外佢重新訂立一個新嘅合同，為期2年。咁呢個 gratuity 喺呢個情況之下咧，呢個總數就會喺 rental value 計算當中其中一個部分。如果呢個 gratuity 唔係 renew 嘅話咧，即係話 Clement 另一個例子嘅話咧，佢冇 renew 呢個 contract， 純粹完咗呢個 contract 就 terminate 呢個 agreement， 即係話走咗嘅話咧，咁呢個 gratuity 喺呢個情況之下咧，就唔會作為一個部分計算 rental value 嘅部分。咁即係話換言之，換句話講，唔係題目裏邊見到 gratuity 呢個字眼就作為一個計算 rental value 嘅一部分，係睇翻個題目嘅情況而定個 gratuity 需唔需要放入去計算 rental value。咁有機會或者我哋睇一睇新嘅影片，純粹講一個 gratuity 呢一個部分。好啦，我哋嚟再睇翻呢條題目啦。咁3以上嘅數字加起嚟，總數就係1086250。咁 NAI 就係1086250。咁喺呢一度嘅答案就係 A， 正確答案1086250。另外再提多一提，頭先上邊嘅項目嘅 taxable income 喺呢一度就係根據 section 9 subsection 1嘅 A， 而另外個 rental value 就係根據 section 9 subsection 2，而 rental value 嘅計算就係 section 9 subsection 2，基於喺 section 9 subsection 1嘅 A 去計算。咁另外 subscription 呢一樣個 item 嘅話咧，就係一個 deduction allowed by concession， 就係特別容許扣減呢個 subscription 作為一個
outgoings and expenses 去處理。咁呢條題目講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